第7章，这个事以后，耶稣伫加利利游行，毋愿意伫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伊。当时犹太人会自编做军啦。耶稣的兄弟对伊讲：“你离开这，上去犹太吧，互你的学生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无伫暗的所在行事。你如果行这个事，就着将家己显明互世间人看。因为连伊的兄弟讲这个话，是因为毋信伊。耶稣就对因讲：我的时阵还未到，恁的时阵常常是方便。世人袂为怨恨你，却是怨恨我，因为我指证因所做的事是歹。恁上去嫁做吧，我现在袂为上去嫁这个做，因为我的时阵还未满。耶稣讲这个话，照旧踮伫加利利。总是伊的兄弟上去以后，伊也上去嫁做，毋是明明去的，亲像是暗暗去的。拄拄伫最期，犹太人找耶稣讲，伊伫倒落，众人为伊纷纷议论。有的讲伊是好人，有的讲无，伊是迷惑众人的。只是无人明明会讲论的，因为惊犹太人。到最期，耶稣上殿内去教示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讲：这个人无学过，怎样明白册呢？耶稣讲：我的教示毋是我家己的，就是迄个找我来的。人若立志遵趁伊的旨意行，就的确知影这个教示是出自上帝，或者凭着家己讲的。人凭着家己讲的，是求家己的荣耀，只有求迄个找我来的人的荣耀。这个人是真的，伫伊心内无有不义。摩西兼毋是传律法互恁嘛？恁却无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众人因讲：你是互鬼附着，一罪想要杀你。耶稣讲：我做一件事，恁拢掠做稀奇。摩西传割礼互恁，其实毋是对摩西起的，就是对祖先起的。因为安尼，恁也伫安息日甲人行割礼。人若伫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伫安息日，互一个人全然好啦，恁就向我受气吗？毋通照外貌断定是非，总着照公平断定是非。耶路撒冷的人中有的讲：这毋是因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，伊阁明明会讲道理，因也无向伊讲什么。检是官长真正知影这是基督吗？若是阮知影这个人是对倒落来的，只是基督来的时阵，无人知影伊对倒落来。迄时，耶稣伫殿内教示人，大声讲：恁也知影我，也知影我对倒落来。我来，并毋是对伫家己，总是迄个找我来的是真的。恁毋捌伊，我却认捌伊，因为我是对伊来的，伊也是找我来的。因就想要掠耶稣，只是无人下手，因为伊的时阵还未到。总是众人中间有一寡信伊的，讲：
基督来的时阵，伊所行的神迹，减会比这个人所行的较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安尼纷纷议论，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就找耶去抓伊，对安尼耶稣讲：我还有无罪的时阵，甲恁相甲伫咧，以后就倒转到找我来的迄位去。恁要找我，却找袂着。我所踮的所在，恁袂会到。犹太人就彼此问讲：这个人要去叨落，互咱找袂着？减是要去线伫希利尼中的犹太人迄位去假是希利尼人吗？伊讲：恁要找我，却找袂着。我所踮的所在，恁袂会到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做期的路马日，就是第一大的日。耶稣徛伫大声讲：人若喙焦，通到我这来啉。信我的人，就亲像圣经顶所记，对伊腹肚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伊的人要受圣灵讲的。迄时还未有赐落圣灵，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。众人听见这个话，有的讲这真是迄个先知，有的讲这是基督，总是也有的讲基督减会对加利利出来吗？圣经顶减毋是讲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对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吗？对安尼众人，因为耶稣起纷争，其中有人要抓伊，只是无人下手。车耶倒转到祭司长甲法利赛人迄位，因对车耶讲：恁为什么无带伊来？车耶因讲：将来无有亲像伊安尼讲话。法利赛人讲：恁也受迷惑吗？官长也是法利赛人，减有信伊的呢？总是这会未明白律法的百姓，是受咒诅的。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因讲：无大声听本人的口经，毋知影伊所做的事，检是咱的律法要定伊的罪吗？因讲：你也是出伫加利利吗？你过去查考，就通知影加利利无出过先知。